人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一开始，咱来关心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伫去年挂牌成立，双边的关系进一大步。不过，立陶宛伫经济、贸易甲外交，拢受中国的报复甲打压。立陶宛的总统昨昏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表示，伊认为台湾设代表处无毋对，不过这个代表处名号做台湾是毋对的，而且嘛无问过伊的意见。咱外交部是回应讲，咱台湾支持立陶宛真坚定，希望民主理念小我的国家，大家爱斗阵做伙支持立陶宛。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去年挂牌成立，两国关系交流搁进一步。不过，安尼举动也互中国真生气。半年来，立陶宛遭到中国伫经济、贸易、外交全面打压。当地媒体报道，立陶宛总统纳奥斯达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伊无认为台湾开设代表处有啥物毋对，不过这代表处的名字无问过伊的意见。台湾外交部表示，因为外交惯例对别国政府内部政策决策的过程。外交部无方便评论，不过台湾坚定支持立陶宛的决心未改变。有关立陶宛来台设处的进度，外交部表示，立陶宛已经完成相关法规，目前也在选馆长。有关立陶宛政府，他们仅因为同意以台湾为名设处，而所遭到中国全面性的打压，影响到立陶宛他们民间的企业以及他们的整体的国家发展、民生、生计福祉等。外交部我们重申，台湾坚定的力挺立陶宛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调回驻立陶宛大使，宣布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做大半级，也要求跨国企业甲立陶宛断绝来往。各种打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三甲8月9国外长通话时阵，也佮公开表态声援立陶宛。中国外交部也强烈回应。美方不仅一再为立方一中一台的错误言行辩解帮腔，还以支持立陶宛为幌子，试图拉拢纵容台独势力的小圈子，这只能让国际社会质疑美方声称坚持一中政策的诚意。外交部坚信，立陶宛甲台湾发展关系决定是徛伫历史正确这边，佮呼吁所有坚持民主自由体制、全球理念共款的国家共同支持立陶宛。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桃园机场出现4个本土病例，包括清洁人员、红洋机停车司机。那目前伫机场的停车场、便所，也有相关的接触者、环境甲人员拢已经做采检。疫情指挥中心嘛去机场设前禁止会所。那昨昏停课的2间学校，老师甲学生的采检拢阴性的，所以伫今仔日恢复上课。桃园国际机场确诊的一名外包清洁工，去年12月底，捌连续2天到中立区龙岗的中正市场摆搭，测试下晡市场紧急休市3天，全面扩大清销，所以引来部分打伤的不满。桃园那个机场那些员工掉嘛唔讲，还跑出来啰嗦，害死大家了。因为学生接触确诊病例，桃园市的一间高中甲一间国小测试紧急停课清消，不过个案学生 PCR 检测是阴性。除个案学生依照规定居家隔离以外，2间学校全部恢复正常上课。这个职场群组案件继续摊销，已经有4人确诊。桃机公司对可能进出清洁人员工作场所的桃机公司员工，依照风险关系检验。防疫车队驾驶经过2天的采检，也陆续出车。另外，在桃园国际机场工作的外包清洁人员，也全部进行采检。紧张就是会啦，我看到我就怕了。当然担心哦，不过我们现在要载客之前，现在都已经消毒过了，人人自危嘛。指挥中心定调桃机检疫事件是群组，宣布伫机场设前禁指挥所，由医福会执行长王必成统筹，启动评估现场作业、入境动线风险甲快速体检3大任务。这边成立一个前进指挥所，那我会派这个王必胜医师来这里做一个相关的统筹，那统筹我们机场这边相关的单位，这边单位比较多。然后也跟桃园市卫生局能够密切的合作。然后第2个任务在拍在这边的一个前进指挥所，也要再把整体里面机场内的一个相关的动线跟相关的人员，
相关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精进的作为，那再向指挥中心提出报告。桃园市也设龙岗大运动场店铺，北区客家会馆、黎明公园3个采检站提供民众免费采检。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本土病例，华航嘛传出有机师去画着。疫情指挥中心是公布讲，有2个驶飞机飞美国的机师，有做过2档预防车，嘛是去画着。技术工会是表示，机组人员的防疫规定目前是5天加9天，不过公司常常是5天的居家检疫拢还袂煞，就派人员出去上班。边境管制华航客机航班减少，不过飞机业务量煞增加。最近一直传出机师染疫，2021年11月底1名飞机机师染疫，初时阁传出2名飞美国线飞机机师确诊。指挥官陈时中证实，2人拢伫去年跨年的时阵入境甲过检的时阵检出来。一位大概是1月31号入境排检的时候就是阳性，那另外一位可能那个期满那个时候那是阳性，所以跟社区基本上是无关。技术工会无奈表示，机师入境了后，下5天过检甲9天，加强自主健康管理，过维持运量。往往5天过检无结束，就搁派飞，而且是指挥中心、交通部点点稳准，因为飞机机师接触人群几率低，过可能造成港班机机组员染疫风险增加。就整个完成5天的居检，那确诊的话可能会导致我的同事确诊。指挥中心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说我们开放了这个可以居检再派飞，那航空公司可以不要派啊，为了维持运量，但是把责任压大到最后这样。2019年12月底，中英航纽西兰籍机师染疫，传染予港班机2名机师，还有1名女性朋友。和迄时阵连续253天零本土破功。上严重事件就是伫2021年4月20日，华航机师诺福特群组事件，病毒传播链可能甲万家群组案有关系。致使去年5月本土疫情大爆发，全国3级警戒。退役医师分析，机组员外站染疫风险悬，搁点名美国防疫禁令。飞美国线只好家己较细致咧。飞到美国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担心一点，所以当我们到外站，同样的清洁人员，你说他是不是也会留下病毒，造成我们后续人员感染？华航强调，机组员注第3期疫苗比率将近40%，中英航也讲，第3期注射率有2.5%，政府航空超过2%。不过新冠病毒一直变种，就算注3期疫苗，依然有突破性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各位全台湾落雨机会会增加，早暗较凉冷。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云林，敢若12度6，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水气会增加，伫顶半天，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下晡北部有局部地渐雨，中南部嘛有湿湿雨，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云林，敢若12度6，只是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明仔拜四开始，咱会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卖反寒，低温上敢若剩13度。拜六到礼拜日会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会一直到后礼拜一才会回温。咱台湾旧年咧欠水是欠甲真食力，即马是寒天，本地就是咱台湾的大水期。水利署是表示讲，目前主要水库欠水量拢大约要有70%，所以今年顶半年应该是袂欠水。目前全台的水情是正常的，那主要水库的蓄水率呢？都在70%以上。回顾去年的百年区换到即马的水库情形，水利署表示，目前全台主要的水库跳水量拢至少70%以上，而且顶半年水情正常。在南部的曾文跟乌山头水库，它现在还有4亿左右的量，看破4亿。去年这个时候的话是1亿5，而我们今天看河川的入流量，现在河川的入流量都比过去的同期的时候还更高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信息的来源。当年11月至反当年4月是台湾大水期，水利署表示，除了进行政府投入150亿紧急供水应变措施，水库清刷量达到1730万立方公尺以外，各单位省水调度也持续地进行。顶半年民生产业用水甲一级调做无问题。除了这以外，水利署进行预告用水费征收办法草案，也让外界关心民生水费是不是征收。产业的这个所用水大户的部分耗水费，我们把常案公布了。那至于说你刚刚所谈到的这个水价的部分，也要考虑到整个所谓的社会现在的
的氛围，包括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物价的一个情况，台水公司它会去做一个评估。若是因应热天可能会紧急用电，台电管理水库也是发电厂的放水量，原则上以配合水位用电需求调控发电，会伫5月至7月支援尖峰用电调节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加强新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最近是正接发生地震，经济部中央地质研究所昨昏是公告，南投、台南、高雄有3条活断层，甲咱国内活动断层扭起来，即马是增加到36条。严格加载主要这3个断层，毋是咧地质较敏感的所在，所以是先公告，互咧做国土规划的时会当参考。来关心《联合报》，高雄市伫顶个月有一家伙4个人。互一个啉烧酒赛车的人弄着，妈妈死亡，爸爸甲2个查某囝，即马还搁咧病院治疗，因为医疗费用、生活所费开销真重。资本高雄市政府是讲无法度替私人来募款，也毋过昨昏态度转变，公布社会救助专户，这个口罩要接受各界捐款，加上嘛向社会各界说道谢。来关心福社报道讲，美国初三新的确定病例雄是加真多，一天就超过100万例，创下新高。严格美国总统拜登昨昏公布上新的防疫计划，并无风险暗算。公共卫生专家即马是较烦恼讲防疫措施无够严格，未来疫情会真无乐观。那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是桃园机场停车场的清洁人员，另外1个是防疫客停车司机。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其中有1个清洁人员即马初步认定讲是去挖到 Omicron， 那其他的3例敢有牵连也咧调查。目前敢若知影防疫客停车司机80月确诊者，无排除是迄个时阵去挖到的。国内初时增加34个新冠肺炎确定病例，其中包括30个境外移入，加4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增加的4个本土中，1723控例是机场清洁人员，CT值只有11，因为清洁的便所有防疫客停车司机使用，所以扩大采检，结果检出同款是清洁员的17238加17239例。另外，客停车司机也检出一位确诊是17224控例，伊捌伫去年16月26到31再过确诊者。可能的路径当然也不排除说有入境的旅客传给防疫计程车，那防疫计程车的司机在使用这个环境的时候被染到，然后这个在坐同巴士里面再染给其他的人。但又话又讲回来，就是有一个案子，他在转盘之间使用旅客很多的，相对在那个地方被染到，然后在同车染给其他的2位，那其中有1位在清理厕所使用的时候，那防疫计程车司机使用那个地点，那被染到，所以各种可能的途径都有可能。但是，中表示初步检判清洁员17223控例是感染Omicron变异株，另外3名着病清洁人员摒操的范围分别包括机场防疫客停车甲游览车驾驶使用的便所、机场2到4楼办公区域的便所、机场提领行李转搬区的便所。不过目前也无法度为4个人的发病时间点、甲CT值判断感染的先后顺序、甲传播的路线。面对桃园一捆增加4位本土病例，指挥中心也宣布，即日起到1月17期间，长期将全面强化防疫措施，包括挂出需要全程挂喙罨、有饮食需求除外，其他毋免挂喙罨的规定全部暂停。另外，除了机场人员全面采检，机场防疫客停车司机每3天需要침脑后喙烂 PCR 采检1摆，机场内工作人员每礼拜快筛采检1摆，有症状的人随进行침脑后喙烂也是鼻孔 PCR 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对家本土疫情搁举起来，咱国内即马有专家是呼吁公主第3档的时间爱缩短。毛医生是认为讲，新正得要到啊，爱赶紧注射才有保护力。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最近就会找专家做伙讨论。桃园机场清洁人员确诊 Omicron 本土疫情扩大。面对 Omicron 疫情第3期疫苗注射时间是毋是莫让遐久？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平认为，无应该固定爱5个月，尤其亲像这个本土个案是做过2期 AZ 的突破性感染，所以更加应该赶紧做 mRNA 的加强剂，会当提升到70%的保护力。
像这一位其实有点可惜，他满5个月的时间是12月底。我觉得他假如在1个礼拜前有打第3剂半量莫德纳，搞不好他会避掉这个感染也不一定。明明就有疫苗，我不觉得为什么还要坚持5个月？这个5个月是怎么出来的？5个月是 Delta 的资料。林时票认为，两剂疫苗，尤其是 AZ 对 Omicron 差不多无防护力，第3剂是真有必要。尤其过年爱赶紧做，才有战力。指挥中心应该爱赶紧调整政策。目前法国、台湾人的时间拢5个月，韩国、英国、泰国已经缩短到3个月。看到别人3个月，我们就3个月；看到别人2个月又1个月，我们就跟进。有一些片段的讯息或者有各国的经验，那由专家来做综合的评定是比较好。是不是缩短第3剂做的时间？指挥中心爱去讨论。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内对家社累计注163638剂，注射率是0.7%。目前40万人是符合对家社的资格，但是中表示，注较慢一时就表示前1剂的防护力也搁伫哩，也是先呼吁民众赶紧甲第1剂甲第2剂做好，基本保护力先建立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4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129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57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300万例，法国是已经超过1000万例。即阵 Omicron 变种病毒拖全世界，美国伫1天内新增加100万例，嘛拍破纪录。那欧洲即马是每2天就新增加100万例，速度嘛真紧。根据单例上新的研究 ，Omicron 的传染力是 Delta 的2倍高，而且佫会闪过预防射野免疫系统的抗胖。毋过呢，有注射也是有保庇，因为有注就较袂变重症。Omicron 拖到欧洲大陆，路透社指出，欧洲每2天增加100万例确诊，全球每100件新增确诊病例中，都有62例来自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确诊数拢继续升悬，其中意大利国家卫生院初三表示，一项对污水的研究显示，去年12月19到25之间，意大利20个大区中有14个污水系统出现 Omicron 变异株。去年12月较早只有1个大区的污水系统发现 Omicron。另外，美国疫情也继续升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统计，过去25点钟，美国增加102万例确诊。全美国目前确诊带源者高达90万人。美国国会确诊率也空前提升，过去1礼拜平均的阳性率已经为去年11月底的1%提升到13%。其中大多数感染的是Omicron病毒，也多数是突发性感染。威斯康辛州开放24点钟体检站，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学校也延后开学，让学生甲家长先进行体检。美国已经开放12岁以上的学生自费随家强检，非洲确诊病例，国家伫2礼拜内增加948%，排队体检要等几啊点钟。Half of my family has it. You know, this new variant is very, very spreadable, like way more spreadable than the first time around. It's like we're back in like the first stage of COVID. It's absolutely crazy. 另外，以色列出现一名有新的荷兰人，同时感染流感甲新冠病毒的弗鲁罗纳混合感染，全球受理了后，巴西也出现3例。根据丹麦3A 单位针对国内1.2万例完整注疫苗的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发现Omicron的传染力是Delta变异株的2.7至3.7倍。上主要原因是Omicron有秘制人体免疫系统的特性。不过研究也显示，Omicron 指数的重症率确实较低，毒性也比Delta 更较轻，转移的风险只有Delta的一半。澳洲墨尔本大学甲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究发现，人类外壳防御病毒的 T 细胞免疫反应，永远会当面对Omicron带来威胁，帮助人体预防重症。而且做疫苗甲加强剂所产生的 T 细胞免疫反应，也会当减少互Omicron感染的几率。公司新闻经完全编译。
继续关心2022年澳洲网球公开赛1月17日举行，选手已经拢到明日本要备战，因为有规定讲一定爱做过预防射才会使去参加比赛。也毋过塞尔维亚的网球选手乔科维奇一直无要对外表示伊敢有注射，即马伊是摕到医疗的免毒权，伊嘛会使去参加比赛。那伊讲伊嘛决定要去。乔科维奇伫伊的个人 IG 是宣布讲，伊要出发去澳洲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因为即阵国际上疫情是真热辣，主办单位压力嘛真大。澳洲政府嘛要求参加的选手、工作人员拢爱做过2档预防射，无就是爱摕到独立医疗小组、专家小组的医疗免毒权。那乔科维奇过去是一直用温书做理由，其实讲伊敢有注射。即马伊摕到免毒权，伊讲伊确定要去比赛，伊要去拍破男子网球的纪录，伊要去摕第21座大满贯的冠军，甲第10座澳洲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疫情滚价过一日确定病例超过100万例。美国总统拜登是呼吁民众爱量早去做预防射，嘛要求政府部门爱赶紧采买辉瑞的口服药。来关心法国是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新的变异株 IHU， 病毒是对中非的国家喀麦隆传出去的，有出现46个突变，目前有12个人确诊。来关心今年开始才拄开始尔，北韩伫今日透早就参像搁发射飞弹。南韩的军方有证实讲，北韩是向日本海的方向发射不明的飞行物。镜头转来，咱过来关心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伫即个礼拜日要举行。民进党的候选人林静怡是批评台中市政府伫国产署去会勘甘宽乡家族甲招待所的时，竟然拢无派人员去现场。那国民党的候选人甘宽乡伫昨昏伊是去庙寺拜拜，嘛拄好去拄着郭文铁的老母。国民党中市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颜宽恒甲郭文铁妈妈何水晶，七时早起到沙拉玉皇殿参拜，两人表示拢是拄着。不过郭妈妈受访时表示，家己支持卡达10地人。看迄个人有乖无？有实在无？有认真无？有替咱地方拍拼无？莫讲话安尼刺牙牙，你讲嘛？颜宽恒甲郭妈妈互动闹热，甲毋过讲到国产署车扫会勘刷到真远，却袂当入去，伊表示无收到会勘通知，后续一切会依法办理。难道国产署的分署长每天都在外面看这些承租或非承租的吗？是分署长这么认真呢？平常就这么认真，还是在执行人家交办的事项？这是不是一个政治操作？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有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被判伫大陆区路口拜票，林静怡批评车厂台中市府无派官员参加国产署会勘，完全无顾外界对有真相权益。林佳龙质疑是市府的拖延战术。那台中市政府怎么可以罔顾国产署在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民意要求跟检举上的监督？难道台中市政府认为他们不要陪同，门不要打开，这个案子就可以这样子了事吗？刻意的回避，现在已经都收到公函，那当然会质疑是不是拖延战术。礼拜日就是中市选区立委补选投票日，拿着阵赢吧，最后时间争取选民支持，也抢伫个问题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咱台湾即阵佫出现本土病例，各县市嘛开始咧紧张。亲像台北市即马是要求所有的防疫旅馆拢爱检查通风的设备。那新北市的部分是较要义的防疫车队，甲防疫车队顶安。台中市是稽查防疫旅馆，那高雄市是讲因的采检措施会比中央也佫较严格。那这个时候记得不要碰触到我们人民的内侧。示范标准的清烫隔离衣，每一步拢是防疫的关键。针对台湾本土个案，雄增加4例。台北市阁出现防疫旅馆规定烧毁，各县市政府心惊病安。台中市副市长带队视察防疫旅馆，为动线空调设备到相关人员的防疫装备是不是齐全，每一个细节拢注意。业者讲已经加强消毒的次数。消毒时间本来是可能3个小时、2个小时一次，那我们现在是改成每个小时都会再做一次消毒。如果是小缺失的话，当然是可以辅导改善了哈。重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做停止。
面对过年前旅客入境高峰期，台北市政府加强因应的做法，市长郭文德向防疫旅馆业者下3个指令，相关人员疫苗爱做好，动线设备搁加强。上界重要就是检查防疫旅馆的通风设备。空调系统不合规定的我们让它退出。所以人员的训练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我也不敢说100%不会有事的。但是我认为有经过训练以后，你知道，总是有准备还是会好一点。防疫旅馆的 SOP 要不断的反复检查感控动线，以及我们防疫计程车也要不断的去落实查核。本土疫情紧张，湘北、桃园甲新北市是防疫真重要的所在。新北市长侯友宜要全面戒备，高雄市是初3暗时紧急召开专家会议，调整应变病院的应变量能。后礼拜要搁增加237间专责病房，采检措施要比中央更加严。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打了第2剂没有满14天，中央是1个礼拜采检一次，我们要求3天采检一次，因为Omicron的病毒它潜伏期比较短。所以你7天就没付啦。面对 Omicron 单机卖，也要求机场港口人员、防疫旅馆第一线工作人员，只要符合注射时间的规定，都要赶紧注第3剂。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增分局一个姓顾的警察队长，去朋友因兜食饭啉烧酒了后，竟然佫塞车，互查出来临检了后酒测无过，互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尾也是3万块交保，即马互记大过调离职务。查缉到5名散布假讯息的犯罪嫌疑人。这位是新北市新增分局姓顾的警察队长，真侪摆伫镜头前说明破案的过程。即马说因为酒后塞车，互家己人砸落来，酒精浓度0.6毫克。对他自己认为他有自信的，认为说酒精那个代谢已经完毕了，他非常的懊恼啊，对这样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警察那个形象他非常的后悔。在初3姓顾的警察队长趁休困中途到朋友厝内底自餐吃酒，等去到警察局休困，迄日暗时10点，救市长已经摕家己开车出外，结果伫台北市大东区，互保台员警查落来，闻到车内拢是酒味，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标准，以涉犯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最后是3万块交保。古队长记大过，改调非主管职务，考绩类为丙等。警务人员做出不好的示范，在此向大众致歉。新北市长侯友宜话真震动，连讲2摆爱严格处理。新北市警局也大动作处罚，姓顾的警察队长记大过撤职。酒后塞车真是危险，真侪摆造成严重死伤。警察身为执法人员，煞知法犯法，向社会做上歹示范。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铁有买一寡新的列车，亲像 EMU900、EMU3000，毋过直头出问题。交通部长王国材即马是强调讲，台铁爱用上顶尖的态度来甲所有的问题拢找出来，若无新车的验收不准通过。一个到7度机务段的机场，交通部长王国材马上视察列车莫大维修情形，了解煞优式机车电控器的状况。王国材注意到，这批买26年煞优式的机车头，敢若歹真紧。如果买到一批比较差的，他们这些年来就为了它都花了很大的力气那我想说，现在新的车种基本上目前虽然现在在还没有验车前有一些小瑕疵那我们就持续来看王国材希望缩短零件改换的速度，也会简化车种，因为代替新旧车种拢有透过简化车种来减轻维修人员的负担。因为代替列车故障的事故真侪，亲像去年12月，代替东部干线一个复兴号就发生车身分开的事故。新购买的 EMU900加 EMU3000嘛是事故真侪，好亲像 EMU3000去年底正式营运，就发生7速自动门故障，也是车门故障的情形。是希望说，在他们这段时间，一定用一个最严谨的态度，来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在没有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不准他们来这个验车通过。我是希望是真的好好的把那个车子的性能在这个虽然是现在投入营运，但是一定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因为
年台铁发生行车事故，铁道局甲运安会事后调阅资料，发现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已经消失。交通部测试也修正铁路行车规则，要求台铁若做发生行车事故，记录应该至少保持3个月；若做重大行车事故，至少要保持1年以上。相关规定立刻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伫要到啊，猪肉的需求量会较悬，毋过即马饲猪的贩卖伫国际上的价数起3成，嘛影响饲猪业者。所以大同即马是打算要提5000吨的贩卖，还佫有2万吨的脆糙米来互饲猪业者使用。毋过民间即马有咧风声讲，有生理人挑工囤货，希望政府介入调查。番麦粉配豆粉，也有其他营养添加剂，猪仔食甲真欢喜。不过，猪农的压力是愈来愈大，受到番麦机会价小起3成，佮加上海运费大起，也加农历过年前饲料需求增加，饲猪的成本愈来愈贵。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大概9块多啊，现在已经涨到15块多了，这样饲养的成本整个都大幅提高，成本多了很多啊。即届番麦起价主要影响家己配饲料的养猪户，差不多1100户，大部分是大户，生产猪仔占总数4成。农业会已经启动因应措施，包括请台糖释出5000吨的番麦库存，也有释出2万吨脆糙米，简化为印度输入番麦的查验天数。后续是毋是影响猪肉价数？农业会评估应该是袂。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猪价的那个价格还是回归到大家对猪肉的供需。那现在的因为那个猪肉的供需相对平稳，我们现在每公斤大概维持75块到76块之间。苗栗养猪协会指出，营养措施会当救急，不过猪农中间也拢伫有是毋是有大宗物资，互人故意囤起来。是不是说有一些他们这些大宗物资的厂商有囤积的情形啊，故意延期传奇的情形啊，农民也是有一些余力啦。这些大宗物资的调配，当然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积极的介入啦。农业会指出，去年饲料番麦进口量甲最近5年平均差不多，使用量并无增加。不过部分养猪业者并无参加共同采买，致使处理成本增加。而且2月过了后，国际番麦价数可能会落，希望到时阵饲料的供应拢会真充足。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农村老化问题是真严重，不过即马嘛有一寡少年农民愿意投入农业，而且用科技化的方式来种。带乡亲咱来去南投，看有少年农民用科技化的管理来种芳瓜仔，而且这芳瓜仔佫有生效履历。有人讲芳瓜仔是日本人上愿意开钱买的水果，也因为有芳开十足，甜分有够，大人囡仔拢介意。伫南投草屯，即马也有生产一种外皮有青色灯点的芳瓜仔，听讲甜度上悬有到17度。可是白色的比较特殊，它吃起来是有一种那种人参的味道，对，非常特别。然后你冰过冰箱之后，它冰冰凉凉的，它的甜度会再提高，然后口感会很细致，有点像那种雪梨吃那个梨子的那一种口感。果肉非常的软，然后储藏寿命长，然后它的种植也比较容易。这款新品种的芳瓜仔，或做斑比芳瓜仔，目前主要拢是一寡青年农民伫咧种植。伊唔但有对农业科系毕业，也会当甲技术学术基础扎登来农村，而且也会当透过数据分析，针对无同品种的作物，找出稳定生产的关键。我们都会找这些的博士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性的辅导。我们是希望说，他们的作物栽培上面可以更为精进，有很多的品种改良的支持，以及后来的这个保险的协助，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投入农业的行列。台湾的水果是世界排有顶的，除了有青年农民回乡投入农业，生产高品质的水果，当然也爱有民众的支持。伫每一个季节食到上着时的水果，就是甲农民上界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有一个特殊大队的训练基地，这个所在有咱全台湾11海陆空搜救全面的模拟场所，而且为着要增加屏东的救灾资源。社业会也有在地宗教团体，即马是同齐寄付一台消防水车，要送予消防局。搜救人员自直升机顶悬慢慢降落地面，将救援的对象吊上直升机送医。这是屏东的特殊大队，当咧展现因利用乌鹰直升机进行立体全面救灾的能力。为了我们特搜人员
在地理救灾，在各项的技术人在跟机组人员能更纯熟的去搭配，因为未来我们在救灾面对到更多的立体灾害上，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做到我们该有的技术。伫屏东县中治乡的特殊大队训练基地，除了有基本的火灾、建筑物放气等等的无机现场，也佫有训练畅水救援的池仔。因应培养嘛排尾事故所设置的火车救援场，也佫有空中搜救直升机的轻机坪，加强特殊大队上山落海、侵入事故现场抢救生命的能力。为着小挺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西仔会甲电远的公庙也同齐来寄付一台消防水车，予屏东消防局。感恩呢，在这么多慈善团体或是公益团体给予我们这么多的协助。屏东县长潘平安大力感谢民间行善捐助，希望透过愈周全的救灾训练甲设备，会当减少灾害危害，嘛希望这摆的捐助会当引起民间愈侪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今头来家己有一个音乐老师，名号做高建雄，伊是用10年的时间研发出用塑胶管仔做的环保的录音器，希望让学生囡仔伫厝内底练习乐器的时，唔惊去吵着别人。为卡网内底摕出一支一支的塑胶管仔，每一支拢经过加工。本身咧甲苏拉喇叭音乐老师高建雄，开发10档的时间，找各种无共寸长的管仔。家己研究出这种会当倒伫喇叭头前减少音量的环保录音器。讲实在的，你真的拿起来踩一踩，它也不会坏。它真的弄丢了，那就再做一个。这个弄丢了就4000块这样。如果直接算起来的话，如果连瓶子一起算的话，可能也大概不到20块吧。专业的录音器一支拢要3-4千块。高老师为着要让学生伫厝内嘛会当练习，用各种无共材料的管仔，一支一支豆豆仔做出来这录音器。学生使用了后，拢讲斗起来声真正有差。就是比较不会受时间的局限，然后也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高建雄表示，伊是周作原住民，本来就介意动手做物件，嘛有可能去遗传着阿公高医生的音乐天分。希望这个环保录音器，互要较食练习的囡仔会当有更较侪机会。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新竹市的海山渔港最近是完成太阳能的供电系统，总面积有6000平方公尺，一年差不多会当有123万度的发电量。除了发电，当年阁会当分50万的回馈金送予新竹市。配合国家能源发展政策，新竹市甲民间公司合作，在海山渔港设置太阳能供电发电系统，一年会当有123万度的发电量，而且吊竿甲系统计悬4.5公尺，方便渔民在下骹整理渔具，免阁晒日头。咱渔会伊嘛咧争取要一个晒网场，或者是整网场。啊，但即马有这个力能安尼甲伊开发这个。对渔民来讲是真方便啦，我嘛希望讲以后会当再开发较快咧。因为我近海边系统业者有特别无共款的设计，增加发电效率。在整个材料的选择跟整个结构方面呢，都必须要依当地环境的需求呢去做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努力哈。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太阳能板的选择。还有材料的选择，还有钢构方面的整体的设计呢，都为我们未来的12级风做准备。我们渔民的作业车辆可以比较不费力的进出这个地方，这里同时可以兼做停车使用，也可以让渔民修补网具使用。所以不但是渔民营，然后呢，还有市政府的照顾渔民的心意，以及企业同时给渔民整个的良好的作业环境。目前新竹市规划长得起的太阳能供电系统有21个所在，完成了后，一年按算有1415万度发电量，希望提早完成能源转型的目标。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那新北市的渔业处去年是甲海洋大学合作，伫公仔寮的渔港设一区网仔箱，将做鱼仔仔放入去大海进前暂时大海所在。鱼仔仔提早来适应海水，嘛会当增加鱼仔仔的存活率。
鱼仔伫海底游来游去，边仔有蚵仔、海草等等，正做共生环境。讲了比盐山渔港，这个网仔箱是头一个鱼仔放流进前，通先适应环境的中继站。可是通常我这样子的鱼苗，通常都是从中南部运送上来，养殖场运送上来的鱼苗，它这样舟车劳顿之下，它放流下去的效果，可能鱼有的部分的话，可能会常常会死的，有伤亡的状况。渔业处表示，这个网仔箱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经济鱼类的存活率。因自去年8月就甲海洋大学合作，以进前占西市的石雕来讲，正一个月的鱼仔放流的存活率要100%。一方面，我们这中间育成除了可以让它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以外，我们也可以评估这一批放的存活率好不好啊，健不健康。那所以其实观察个3天、5天、7天，其实看物种啦，确定活力不错，那其实就可以再把它放流出去。渔业处表示，这个网仔箱就亲像鱼仔要流去大海进前过渡的所在，按算今年会做更较侪鱼类的设施，甲这正做示范的基地，为各地栽培渔业提供经验。记者陈阿文、徐凯新北采访报道。镜头来泰国。象伫泰国是真有地位、真受尊敬的动物，也毋过伫农村、伫山区，因为象的数量愈来愈多，甲咱人的生活相换，所以逐年拢会发生冲突。有的象会互攻击、互杀害，动物团体有加强巡逻，也毋过即个问题嘛是真恶解。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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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只象无请家己来，头存入去厝内找物件食，村民大家是闪甲边仔咧。今仔日运气算袂歹，这只象只敢若内面顺顺的，好佳在无过坐来啉一杯仔茶就随走。也毋过有当时会用玻璃甲门讲破，入去厝内找物件食，甚至会攻击人。象外形看起来真温和，如果是代表国家的吉祥神兽。也毋过伫泰国，人甲象也是有冲突，像双棚去年骑车经过遮就互象攻击。It struck here, here, and here. My bike was destroyed. I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for several minutes, and when I woke up, it was standing there just looking at me calmly, and then it left. 因为有动物法保护，泰国的象每年增加8%，差不多有3-4千只。那规定最近出来找物件食时阵，真容易拄着人，因为象毁害农地、破坏村庄，真侪村民先限钱来掠。去年也造成10几只象死亡。为了要减少人甲象之间的意外冲突，当地非政府组织的200多位志工，逐暗拢定时巡逻，互象莫走入去人类生活的村庄或者是农地。那接到村民的通报，就顺利卡掠追踪，用噪音一个就手电光的这款较温和的方式，甲象赶走。See it in that position, it could quickly turn around and charge us. So that's why we always keep a safe distance. 不过当地民众是较爱用放炮仔来赶象，虽然有效，不过也有可能颠倒互象惊到受气，回头来攻击。象的数量愈来愈多，栖地阁无够，人甲象之间要共存，也阁真侪困难爱解决。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览昨天起过，今年有真侪产品甲防疫需求拢有关系，而且有各种新创的喙安，也阁会当安搭人心的机器鸟。咱带乡亲咱做伙来看。长期挂喙安，敢互你翕甲挡袂牢，来加一个风扇试看卖。这是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一个法国企业家研发出来物件。这个风扇以气体啊附伫医疗喙安顶缘，由藏伫个袋内底的电池提供电力。L'air est totalement filtré par le masque. C'est l'air, il vient de l'extérieur, il est tiré par le ventilateur et il est donné à l'intérieur au niveau du nez. Et donc il est intégralement filtré. 另外，一位新创业者设计的喙安，互人有惊入星际大战的电影当中同款。业者强调，这种喙安甲人接触时阵完全密合，而且沿过路所有细菌甲病毒。C'est le masque Airso, le masque le plus efficace du monde, qui protège les gens contre toutes les agressions virales, bactériennes, de toutes les nanoparticules et microparticules.
这种真日本系猫仔狗啊，毋是一般的佚佗物啊！你家人将手指头啊伸入去因的喙内时阵，就亲像真的狗仔共款，轻轻甲你达到疗愈的效果。Yeah, in like a COVID situation, people staying at home all day, it gives you a very good comfort. 除了甲疫情相关的商品以外，也看到不少甲原宇宙有关的场地装置，高上演自家赛车秀。毋过受美国疫情拖开的影响，真侪科技大厂陆续退出实体餐点，规定期为4天减做3天。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另外一项新科技是电动车，这嘛是未来趋势。挪威目前是全世界电动车上界普遍的国家。上新的统计是去年因电动车的销量有成长25%，那市占率即阵已经是6.5%，伫明年就有机会会当达到8%。去年11月，奥斯陆电动车展这部红色保时捷豪华电动车正引爆，挪威国产电动车也推出新车款，准备抢攻电动车市场的大饼。电动车伫环保意识之下正流行，欧美国家拢推出奖励措施，其中各以挪威上一级。若买电动车的人，免交加大营业税、甲电气税，还佫有设立停车场免费停车、甲尖峰时段使公车专用道的特权。统计显示，挪威去年卖上好电动车是特斯拉，以11.6%的市占率赢过福斯的9.6%。上受欢迎的车款是特斯拉的 Model 3。中国的电动车品牌第一摆伫海外拓展，也选择伫挪威。业者评估明年电动车市占率应有8%左右。And I guess next year we also increase it. It's going to be like 75%. The last percentage is always the hardest to get for the Norwegian population, but we're on a good way to a zero emission in 2025. 挪威希望伫2025年达成新车全面电动化目标，成做全球第一个结束汽车甲柴油车的国家。不过，是毋是会受到供应链欠缺的影响，要去观察。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有方面的通过，所以水汽会增加。下晡各地会有阵雨，若暗时温度会下降。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伫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卖反寒，上低温剩无13度，乡亲爱穿好少。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有21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相信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